耶路撒冷舊城，面積唔夠1平方公里，就係咁一個比上海迪士尼樂園仲細嘅地方。喺過去3000年入面，被攻佔超過44次，至少2次被徹底摧毀，見證過無數場以神嘅名義發動嘅戰爭。直到今日，呢度嘅上空依然彌漫住一觸即發嘅火藥味。2023年10月，以色列同哈馬斯爆發咗近幾十年嚟最慘烈嘅衝突，世界各地嘅人企喺各自嘅立場，高舉旗幟，互相怒罵。呢一切究竟係點樣開始嘅？等我話你知一個令所有人都覺得匪夷所思嘅事實，嗰啲互相仇殺咗幾千年嘅人，其實信奉緊同一個神。猶太人、基督徒、穆斯林，三方都相信宇宙入面只有一個造物主，三方都是亞伯拉罕為自己嘅精神先祖，而三方嘅聖地亦都集中喺同一座城市嘅同一片土地上。今日呢條片，我哋就徹底講清楚呢3個改變咗整個人類歷史嘅宗教，佢哋由邊度嚟，點解會走向對立，以及呢場衝突點解永遠都冇辦法真正結束。正式講3大宗教之前，我哋一定要先認識亞伯拉罕呢個人，佢係至今為止對人類歷史影響最深嘅人，冇之一。今日地球上接近55%嘅人口所信奉嘅宗教，都可以追溯到呢個人身上。亞伯拉罕大約生活喺公元前2000年嘅美索不達米亞，即係今日伊拉克一帶。佢係有記載以來第一個同唯一真神建立個人關係嘅人。喺嗰個年代，周圍所有人都信奉各式各樣嘅多神教，拜太陽、拜雨水、拜豐收女神。但亞伯拉罕就話唔係得一個神。亞伯拉罕有2個仔，大仔叫以實瑪利，母親係埃及女僕夏甲；細仔叫以撒，母親係佢嘅妻子撒拉。以撒就係後來猶太人同基督徒嘅祖先，以實瑪利就係後來阿拉伯人同穆斯林嘅祖先。所以猶太人同阿拉伯人從基因上嚟講係兄弟，從信仰上嚟講佢哋拜嘅亦都係同一個神。但喺過去3000年入面，佢哋打到你死我活，直到今日仲打緊。呢場唔係宗教之間嘅戰爭，而係一場家族內戰，一場關於邊個先係嗰個神嘅真正繼承人嘅3000年爭奪。而佢哋爭奪嘅焦點就係一座城市耶路撒冷。猶太人話我哋先係最早嘅，我哋係正版。基督徒話我哋有新版契約，你哋嗰份係舊版。穆斯林話之前所有版本都有誤差，我哋帶嚟咗最終修訂版。冇任何一方會輕易承認對方係啱嘅，因為一旦承認就等於放棄咗自己信仰嘅根基。呢個就係點解呢場爭論持續咗3000年，到而家都仲未完。好，而家我哋可以正式開始啦。個故事由一片混沌開始。根據希伯來聖經嘅記載，起初神用6日時間創造咗天地萬物。第6日，佢用泥土捏出咗第一個男人亞當，又用亞當嘅一條肋骨做出咗第一個女人夏娃。神將佢哋安置喺伊甸園，只係提咗一個要求：嗰棵樹上面嘅果實唔可以食。跟住條蛇出現，話食咗又點啫？你哋會變到同神一樣。夏娃食咗，亞當亦都食咗，2個人就俾趕出咗伊甸園。你可能覺得呢個故事好熟悉，但係有一個細節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嘅，幾乎一模一樣嘅大洪水故事，早喺聖經成書之前1000年就已經出現喺蘇美爾人嘅史詩《吉爾加美什》入面，同樣都係神發咗怒，同樣都係有一個人起咗隻方舟，同樣都係洪水滅世。呢個就說明呢啲故事並唔係各自獨立產生嘅，而係古代近東文明共同嘅集體記憶。喺歷史嘅某個時刻，希伯來人將呢段記憶重新講述，仲加入咗自己民族對神嘅理解。呢件事說明人類喺文明早期面對住一個無法解釋嘅世界，都不約而同揀咗同一種方式，用神話嚟尋找秩序。神話之後，歷史開始變得具體。大約喺公元前13世紀，一個叫摩西嘅人出現咗。
佢係希伯來人，但係仲係嬰兒嗰陣就俾人遺棄喺尼羅河上，之後俾埃及法老嘅女兒執咗翻去撫養，喺皇宮入面長大。換句話講，佢係喺敵人陣營入面培養出嚟嘅。後來摩西喺沙漠入面遇到一叢燃燒緊但又一直唔熄嘅荊棘，神嘅聲音由荊棘入面傳出嚟，命令佢翻去救佢啲希伯來同胞脫離埃及嘅奴役。接落嚟嘅故事就係著名嘅出埃及記，10場大災難，紅海分成兩邊，喺曠野漂流40年。摩西獨自攀上西奈山頂，帶返2塊石板，上面刻住10條誡命，據說係神親手寫落去嘅。呢10條誡命係人類最早嘅成文法律體系之一，不可殺人，不可偷盜，不可作假見證。呢啲原則直接影響咗西方法律傳統幾千年，亦係今日好多國家法律體系嘅精神根基。以色列人承認呢位神係唯一嘅神，遵守佢嘅律法。作為回報，呢位神承諾保護以色列人，並將迦南地許俾佢哋。呢個就係天選之民概念嘅起源。之後我哋會見到猶太教、基督教、伊斯蘭教3大宗教最根本嘅分歧，唔係佢哋所拜嘅神唔同，而係究竟邊個擁有呢份契約嘅最終版本。返到迦南之後，以色列人用咗幾百年時間，由一個鬆散嘅部落聯盟，逐步發展成一個真正意義上嘅王國。喺公元前11世紀，大衛王登場。大衛係一個極之複雜嘅人物。佢後生嗰陣係個牧羊少年，但用一粒石仔打低咗所有人都驚嘅巨人歌利亞。呢個故事後來成為以弱勝強嘅人類原型敘事，3000年嚟不斷被人引用。佢嘅詩篇充滿咗對神嘅深情呼喚，但佢亦對權力充滿渴望。佢曾經因為戰功彪炳而受到萬民擁戴，亦曾經因為慾望作祟而犯下大罪。佢係英雄，亦係罪人。正正因為咁，佢成為聖經入面最有人性嘅角色。大衛攻佔咗耶路撒冷，將呢座城建成以色列聯合王國嘅首都。佢個仔所羅門王繼位之後，喺呢度建造咗第一座聖殿，並將刻有10誡嘅約櫃安放喺入面。由呢一刻開始，耶路撒冷就唔再只係一座城市，佢係天同地嘅交接點，係神同人立約嘅見證地。但係盛極而衰，所羅門死後，王國分裂，北方10個部族建立咗以色列王國，南方2個部族就建立咗猶大王國。公元前722年，亞述帝國滅咗北方嘅以色列王國，10個部族亦從此消失喺歷史嘅塵埃之中，成為永遠嘅謎。南方嘅猶大王國苟延殘喘咗100多年，最終亦逃唔過覆滅。公元前586年，新巴比倫王國攻破耶路撒冷，第一聖殿被一把火燒毀，大批社會精英被押送到巴比倫做奴隸。呢段歷史被稱為巴比倫之囚，係以色列民族歷史上最慘烈嘅一次創傷。流亡中嘅文士開始將口耳相傳嘅民族故事、律法、詩歌同寓言有系統但整理成文字。一個民族喺最深嘅黑暗之中，用書寫留住咗自己。呢批文字就係後來嘅希伯來聖經，亦即係基督教所講嘅舊約。佢唔只係一部宗教典籍，更加係一個民族嘅集體記憶，係佢哋對抗遺忘、對抗滅亡嘅方式。公元前538年，波斯帝國擊敗巴比倫，居魯士大帝宣布釋放所有被奴役嘅民族，以色列人得以重返家園，並重建咗第2聖殿。但由此之後，佢哋就再冇一個真正擁有完整主權嘅國家。希臘人嚟咗，羅馬人亦嚟咗。公元70年，因為反抗羅馬嘅起義失敗，第2聖殿被提圖斯將軍夷為平地，只剩低西側一段護牆。呢段牆就係今日嘅哭牆。每年都有無數猶太人嚟到呢度喊，佢哋唔只係為咗一幅牆而喊，而係為咗2000年嘅流亡而喊。公元135年，
羅馬皇帝哈德良決心徹底抹走呢個麻煩嘅民族，佢將耶路撒冷夷為平地後重建，改名做埃利亞卡皮托利納，又將成個地區改名做巴勒斯坦，並將猶太人驅逐出境。就係咁，一個民族開始咗長達近2000年嘅流散。1290年，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頒布驅逐令，將所有猶太人趕出英國。呢項禁令維持咗350年，先至解除。1492年，西班牙完成光復運動嘅同一年，國王斐迪南二世頒布法令，要求境內15萬名猶太人喺4個月之內揀改信天主教或者離開，拒絕嘅人一律處死。呢件事令足足一代猶太人流離失所，佢哋帶住財產同技藝逃到奧斯曼帝國、荷蘭、北非，將知識同商業網絡散播到半個世界。每當歐洲爆發瘟疫，人哋就話係猶太人落毒；每當經濟危機嚟到，人哋就話係猶太人嘅陰謀；每當戰爭失敗，需又要個代罪羔羊，猶太人永遠都係最方便嘅選擇。呢個唔係偶然，呢個係一套有系統嘅排斥邏輯。第一，猶太人因為冇辦法擁有土地，又長期受到限制，唔可以從事固定職業，被逼成為商人同金融中間人。第二，一旦佢哋喺經濟上成功，就會引起當地居民妒忌同憎恨。第三，佢哋宗教上嘅封閉性，令佢哋始終都係外人，冇辦法真正融入。第四，每當要為一場危機一個解釋，外人永遠都係最方便嘅答案。呢套邏輯喺二戰期間被推到最黑暗嘅終點。納粹德國用工業化嘅方式喺6年之內屠殺咗大約600萬名猶太人。當時全球猶太人口大約1700萬，即係話每3個猶太人入面就有1個死喺嗰場屠殺入面。1948年，以色列喺英美支持之下宣布建國。但係呢度有一個直到今日都仲未解決嘅問題。喺猶太人流浪嘅1800年間，阿拉伯人已經喺呢片土地上生活咗數十代，佢哋同樣視呢度為故鄉，同樣喺度有墳墓、有村莊、有記憶。以色列建國第2日，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。呢場戰爭加上之後爆發嘅4次中東戰爭，無數次衝突，用今日嘅講法就係一個無解嘅道德難題。當一個歷史上嘅受害者群體喺建立家園嘅過程入面，令另一個群體成為新嘅受難者，究竟邊個啱邊個錯？呢個問題去到今日依然冇答案。佢係一神論宗教嘅起點，亦係一切嘅源頭。佢嘅核心係契約，我揀你，你遵守我嘅律法，我保護你。佢嘅獨特之處係佢係一個極度排外嘅民族宗教。唔主動傳教，唔歡迎改宗，始終認為自己係上帝特選嘅民族。亦正正係呢種封閉性，喺保住民族認同嘅同時，亦造成咗數千年嘅隔閡同衝突。猶太教仲喺度等緊一個人。希伯來聖經入面有一個預言，將會有一位擁有大衛王血統嘅救世主降臨，帶領人哋走向光明。嗰位救世主就叫做彌賽亞。猶太人等咗幾百年，然後有一個人出現咗，話我就係嗰個人。喺我哋講耶穌嘅神蹟同復活之前，我想先講一個成日俾人忽視嘅問題：耶穌作為一個歷史人物，係咪真實存在過？答案係幾乎可以肯定。佢唔單止出現喺基督教文獻入面，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喺公元117年寫到，一個叫克里斯圖斯嘅人喺提庇留皇帝統治期間，俾總督比拉多處死。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斯亦都喺佢嘅著作入面提過耶穌。呢啲都係同基督教無關嘅外部記錄。歷史上嘅耶穌係公元1世紀巴勒斯坦嘅一個猶太人，喺羅馬帝國統治下嘅邊陲小鎮拿撒勒出世。而家我哋諗下佢生活嗰個時代嘅背景，羅馬鐵騎將巴勒斯坦牢牢踩喺腳下，稅負沉重，底層人民冇任何政治權利，貧富差距極度懸殊。猶太教嘅祭司階層同羅馬統治者勾結埋一齊，普通猶太人夾喺中間，既受外族壓迫，
又俾自己人嘅宗教精英剝削。喺呢種背景之下，有一個人企出嚟話，無論你係窮人定係罪人，無論你係咩出身，只要你相信，你就可以得到神嘅救贖。呢個唔單止係宗教宣言，直情係一粒社會炸彈。好多人以為耶穌係俾猶太人害死嘅，其實件事遠比呢個講法複雜。第一係猶太教嘅祭司階層，耶穌跑入聖殿，掀翻找換商嘅台，指責佢哋將神聖嘅地方變成商場。佢仲公開自稱係上帝嘅兒子，對正統嘅猶太人嚟講，呢個係最嚴重嘅僭越，係褻瀆神明。第二係羅馬總督比拉多，一個有大批追隨者，俾人稱為王嘅猶太人，喺俾羅馬佔領嘅土地上，本身就構成政治威脅，所以猶太公會將耶穌送到比拉多面前。比拉多其實查唔到具體罪名，但係佢選擇順水推舟，你哋要殺就由你哋自己負責。耶穌俾人釘上十字架，釘十字架呢種死法喺羅馬極為常見，專門用嚟處決奴隸同叛亂者。呢種死法設計得極之漫長，而且公開進行，目的就係羞辱同震懾。但正正係呢種喺歷史上普通得唔可以再普通嘅死法，後來嘅信徒就賦予咗佢全新嘅意義。佢唔係俾人殺死嘅，佢係自願獻祭嘅，用自己嘅死為所有人嘅罪還清咗筆帳。呢個係人類歷史上最有力嘅重新詮釋之一，將一次政治處決變成一場宇宙級嘅救贖行動。耶穌死後，佢嘅12個門徒陷入咗恐慌，四散逃走。照一般嘅歷史邏輯，呢個小教派應該就咁消亡。但係3日之後，據信耶穌復活咗。無論你信唔信呢件事，從歷史影響嘅角度嚟睇，信徒堅信復活真係發生過。單係呢一點就已經改變咗一切。原本四散嘅門徒重新聚集，唔再驚，開始四圍傳播呢個消息。但係喺呢之前有一個問題要先解決：耶穌到底係邊個？係神？係人？定係神人合一？你可能會覺得呢個問題好形而上，同普通人冇乜關係。但喺公元4世紀，呢個問題差啲令基督教由內部爆到4分5裂。以亞歷山大嘅神學家阿里烏為代表嘅一派主張，耶穌係被創造出嚟嘅，佢係神嘅第一個受造物，係神嘅兒子，但唔係神本身。而以亞歷山大主教亞歷山大為代表嘅另一派就堅持耶穌同神同質，完完全全係神。呢場爭論激烈到咩程度？據講兩派神職人員喺街頭互毆，成個帝國嘅社會秩序都受到影響。君士坦丁大帝被逼召集咗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公會議，公元325年嘅尼西亞大公會議，300幾位主教由帝國各地趕嚟，喺會議上激烈辯論，最後透過投票確立咗基督教嘅核心教義：耶穌同父神同質，三位一體，即係聖父、聖子、聖靈係同一個神嘅三種位格。呢次會議仲做咗另一件影響深遠嘅事，確立咗邊啲文獻屬於正典，邊啲唔算。今日你手上嘅聖經係一個由人組成嘅委員會投票揀出嚟嘅版本。呢個事實本身，無論對信徒定係懷疑者嚟講，都值得思考。早期基督教嘅擴張速度喺古代世界係一個謎。第一，基督教係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稱得上係開放平台嘅宗教，無論你係奴隸定係貴族，係羅馬人、希臘人定係猶太人都可以加入。喺當時嚟講，呢一點係革命性嘅。第二，羅馬帝國建立嘅道路網絡同地中海貿易路線，為信息傳播提供咗基礎設施。早期基督徒沿住羅馬大道一路傳教。第三，基督教對社會最底層嘅人有強大嘅吸引力，佢為受苦嘅人帶嚟盼望，亦令遭人遺棄嘅人有歸屬感。然而喺最初嘅300年裏面，基督徒喺羅馬受到周期性嘅迫害，佢哋俾人指控係無神論者，因為佢哋唔拜羅馬諸神，亦俾人指控喺聚會嗰陣舉行不道德嘅儀式，
呢個係對佢哋私下聚會嘅誤解。轉折發生喺公元313年，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頒布咗米蘭敕令，宣布宗教自由。君士坦丁點解會作出呢個決定？歷史學家到今日都仲有爭論。有人話佢真係信咗，亦有人話佢係政治機會主義者。佢見到基督教喺底層民眾當中影響力龐大，意識到與其迫害基督教，倒不如利用佢。無論動機係咩，結果都係肯定嘅。一個皇帝嘅決定改變咗往後2000年人類文明嘅走向。今日基督教係全球第一大宗教，信眾大約有24億，佔世界人口嘅31%。由12個門徒到24億信眾呢條增長曲線，係人類歷史上任何商業公司都冇辦法複製嘅。當基督教由一個受迫害嘅地下宗教變成帝國嘅國教，一切都唔同晒。權力改變咗宗教，宗教亦都改變咗權力。中世紀嘅天主教會係歐洲真正嘅統治者，佢擁有土地、指揮軍隊，仲決定皇帝嘅合法性。邊個國王夠膽同教宗對住幹，教宗一道絕罰令落嚟，就等於宣告你嘅統治合法性歸零。但權力必然會帶嚟腐敗。天主教會發明咗一樣今日睇落令人匪夷所思嘅嘢——贖罪券。簡單嚟講，俾錢可以買減罪，俾多啲錢可以買免罪，甚至可以俾錢幫你死去嘅家人喺地獄入面少受啲苦。教會靠呢門生意賺到盆滿缽滿，喺歐洲各地興建宏偉嘅大教堂。1517年，一個德國修道士決定將呢件事講出嚟。馬丁路德將佢嘅95條論綱釘喺威登堡教堂嘅大門上，逐條列出佢對教會嘅全部控訴。如果呢件事發生喺200年前，路德嘅下場得一個，俾人燒死。但去到1517年，有一樣嘢改變咗一切——古騰堡印刷機。路德嘅文章喺幾個星期之內被印成數萬份，傳遍成個德意志。呢次係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病毒式傳播，而傳播嘅內容就係對宗教權威嘅公開挑戰。路德嘅核心主張好簡單：人唔需要透過教會同神溝通，只要自己閱讀聖經，內心有信仰，就可以得到救贖。呢個主張直情係釜底抽薪，直接挖走咗教會權力嘅根基。呢場宗教改革最終引發咗30年戰爭。1618到1648年，呢場以宗教名義進行嘅歐洲大混戰，令德意志地區損失咗高達25%負40%嘅人口。喺某啲城市，10個人入面，最後只得返6個人可以活着離開。宗教戰爭比任何世俗戰爭都更加殘酷，因為爭奪嘅唔單止係土地，仲係靈魂。天主教以梵蒂岡為中心，主要分布喺南歐同拉丁美洲，全球大約有13億信眾。東正教以莫斯科、君士坦丁堡為中心，主要分布喺東歐同俄羅斯，大約有2.6億信眾。新教分支眾多，主要分布喺北歐、北美同非洲，大約有9億信眾。中國大陸嘅基督徒絕大多數信奉嘅都係新教。猶太教嘅神係一個民族嘅神，基督教嘅神係所有人嘅神。猶太教話遵守律法你先至可以得救，基督教話只要相信你就得救。由遵守去到相信，跨出呢一步，令基督教由一個民族宗教變成可以席捲全球嘅普世宗教。但亦正正喺基督教壯大嘅同時，喺遙遠嘅阿拉伯半島有一個孤兒喺黃沙之中長大。佢日後會話：你哋拜嘅神冇錯，但你哋理解錯咗，而我帶嚟嘅先至係最後嘅版本。公元570年，阿拉伯半島嘅麥加城，一個男仔出世咗，父親喺佢出世之前已經去世，母親喺佢6歲嗰陣亦離開人世。佢先由祖父撫養，祖父去世之後又跟住叔叔長大。呢個孤兒名叫穆罕默德。成年之後嘅穆罕默德係一個商人，以誠實可靠見稱。25歲嗰陣，
佢娶咗一位比佢大15歲、富有嘅寡婦赫蒂切放。喺今日嚟睇，呢段婚姻頗有話題性，但喺當時呢段婚姻係一段互相尊重嘅伙伴關係。赫蒂切係穆罕默德人生入面最重要嘅支持者。穆罕默德年輕嗰陣已經對社會嘅不公極度敏感。麥加係當時阿拉伯半島嘅貿易樞紐，亦係各種多神教聖地嘅所在地。卡巴天房入面供奉住360尊神像，每年吸引大批朝聖者，為當地嘅商業精英帶嚟滾滾財富。但係普通人同奴隸就喺呢個體系嘅最底層過活。穆罕默德成日一個人去麥加郊外嘅希拉山洞冥想。公元610年嘅一個夜晚，40歲嘅穆罕默德喺山洞入面經歷咗佢一生中最重要嘅一刻。天使吉卜利里，即係基督教入面嘅加百列出現，向佢傳達真主嘅第一道啟示。據穆罕默德後來形容，呢次經歷令佢極度震撼，成身發抖，甚至以為自己癲咗。佢跑返屋企，將件事話俾妻子赫蒂切知，係赫蒂切第一個相信佢，成為伊斯蘭教嘅第一個信徒。之後23年，穆罕默德不斷接受啟示，再由信徒記錄同整理，最後形成咗古蘭經。伊斯蘭教唔係憑空出現嘅新宗教，佢承認亞伯拉罕，承認摩西，甚至承認耶穌，但佢認為呢幾位都係真主，喺唔同歷史時期派嚟嘅先知。而隨住時間過去，佢哋傳遞嘅啟示逐漸俾人類扭曲同篡改。猶太人忘記咗契約嘅普世性，將神變成一個民族嘅私產。基督徒就犯咗一個更加嚴重嘅錯誤，佢哋將一個人耶穌神化成神本身。呢種做法對伊斯蘭教嚟講係無法接受嘅多神論。於是真主派嚟最後一位先知，帶嚟最終版本最完整最純粹嘅啟示。依套邏輯本身已經注定咗衝突係無可避免嘅，因為冇人願意承認自己手上攞住嘅舊版本。猶太人會話我哋嘅契約先係原版，你哋全部都係嚟修改原版嘅，我哋唔承認。基督徒會話我哋嘅耶穌先至係救世主，你講嗰個先至係假嘅。穆斯林會話你哋全部都理解錯咗，我哋先至係正確答案。三方手上各自攞住一份神嘅授權書，而且每一份都聲稱自己先係最終版。呢個就係點解呢三個信奉同一個神嘅宗教打咗1000幾年都仲未打得完。講到底呢個係一場關於邊個先係嗰位神嘅合法代言人嘅版權之爭。穆罕默德喺622年被逼由麥加遷往麥地那，呢一年被定為伊斯蘭歷元年。喺麥地那，佢唔單止係宗教領袖，仲成為咗政治領袖同軍事統帥。伊斯蘭教由一開始就係政教合一，呢一點同基督教早期幾百年喺政治上毫無權力嘅狀態截然不同。到穆罕默德去世嗰陣，即係公元632年，阿拉伯半島基本上已經完成統一，跟住擴張就開始咗，速度快到令人目瞪口呆。喺穆罕默德去世之後嘅100年入面，伊斯蘭世界嘅版圖由阿拉伯半島不斷擴張，向西去到伊比利亞半島，即係今日嘅西班牙同葡萄牙；向東深入中亞腹地，向南去到撒哈拉以南非洲，向北去到高加索山脈。呢個係人類歷史上擴張速度最快嘅宗教，冇第二個。點解？武力係其中一個因素，但絕對唔係全部。喺早期穆斯林統治之下，被征服地區嘅猶太人同基督徒通常都可以保留自己嘅信仰，只需要額外繳交人頭稅。同之前經歷過嘅種種迫害相比，好多人反而覺得呢個係一種進步。第一，732年嘅圖爾戰役，當時穆斯林軍隊已經橫越西班牙，準備繼續北上征服法蘭克王國，即係今日嘅法國。法蘭克公上查理馬特率軍阻擊喺圖爾城郊，擊退穆斯林軍隊。歷史學家經常都話，如果呢場戰役打輸咗，穆斯林可能會繼續北上，成個西歐嘅歷史都會被改寫，可能今日巴黎嘅教堂入面會響起宣禮聲。第二，751年嘅塔羅斯之戰，穆斯林
阿拔斯王朝嘅軍隊向東推進，喺今日嘅吉爾吉斯斯坦境內同大唐帝國嘅軍隊正面交鋒，唐軍戰敗，阿拉伯向東擴張嘅步伐就此停止。不過呢場戰役有一個幾有趣嘅副產品，被俘嘅唐朝士兵當中有造紙工匠，於是造紙術傳入阿拉伯世界，再傳入歐洲。換句話講，伊斯蘭帝國嘅擴張客觀上促成咗歐洲嘅知識革命。歷史有陣時就係咁陰差陽錯。公元638年，穆斯林軍隊攻佔耶路撒冷，並喺昔日猶太聖殿嘅舊址上興建咗金頂清真寺同阿克薩清真寺。呢個舉動意味住乜嘢？耶路撒冷正式成為伊斯蘭教嘅第三大聖城，頭兩位係麥加同麥地拉。而家耶路撒冷對三個宗教嚟講都係聖地。猶太人認為呢度係聖殿舊址，係神同人立約嘅地方；基督徒認為呢度係耶穌受難、埋葬同復活嘅地方；穆斯林認為呢度係穆罕默德夜行燈宵同真主對話嘅地方。咁細嘅一片地方，三方都聲稱係自己嘅。早期嘅穆斯林統治者對各個宗教嘅朝聖者都相對寬容，但係去到公元11世紀，來自埃及嘅法蒂瑪王朝哈里發哈基姆係個難以理解嘅極端人物。佢下令拆晒耶路撒冷所有嘅教堂同猶太會堂，唔准基督徒同猶太人入城朝聖，甚至暴力迫害佢哋。呢件事喺歐洲引起軒然大波。1095年，教宗烏爾班二世喺法國克萊蒙嘅廣場上發表演講，號召歐洲嘅基督徒拎起武器奪返聖城。佢講咗啲乜？竟然令幾萬人即場發誓參軍。佢話俾佢哋聽，參與聖戰，所有罪孽即刻赦免，死喺路上就直升天堂。呢次演講係歷史上最成功嘅一次招兵演講。由1096年到1291年，基督教世界先後發動咗9次十字軍東征。好多人對十字軍嘅印象係由宗教熱情驅使嘅英勇聖戰，但歷史細節更加殘酷。1099年第一次十字軍攻陷耶路撒冷之後，進行咗大規模屠殺。伊斯蘭教嘅歷史記載顯示，城入面嘅穆斯林同猶太人幾乎俾人殺到一個都冇剩。基督教嘅編年史對此同樣有記載，只不過個語氣就歡快啲。88年之後，穆斯林領袖薩拉丁收復耶路撒冷，但薩拉丁並冇屠城，佢准許基督徒交贖金之後離開，甚至連窮人都唔使交贖金。呢個對比喺伊斯蘭世界被傳頌咗800年，直到今日依然係佢哋反駁伊斯蘭野蠻論時最有力嘅歷史案例。十字軍東征真正留低嘅遺產唔係邊座城市屬於邊個，而係兩個文明之間延續咗1000年，至今仍未消退嘅互相仇視。今日每逢西方國家喺中東發動軍事行動，阿拉伯世界就會將佢稱為新十字軍。呢個叫法唔係修辭，而係真實嘅歷史記憶。穆罕默德去世嗰陣冇指定繼承人，於是就留低咗個問題：邊個嚟領導伊斯蘭社群？呢個問題直到今日都仲係用鮮血嚟回答。一方係阿里派，後來嘅什葉派，佢哋認為領導權應該由穆罕默德嘅家族血統承繼，必須係自家人。另一方係阿布伯克爾派，後來嘅遜尼派，佢哋認為領導權應該透過社群共識選舉產生，唔使靠血統。公元680年喺卡爾巴拉戰役入面，穆罕默德嘅孫仔侯賽因同佢嘅家人俾遜尼派軍隊包圍同屠殺。呢件事係什葉派歷史上永遠嘅創傷，亦係佢哋每年喺阿舒拉節鞭打自己痛哭悼念嘅原因。1400年過去咗，呢個分歧一直都未有彌合。今日全球穆斯林當中，大約85%至90%係遜尼派，10%至15%係什葉派，主要集中喺伊朗、伊拉克同黎巴嫩。兩伊戰爭打咗8年，1980至1988年，
表面上係邊界爭端，背後嘅深層邏輯係什葉派、伊朗同遜尼派主導嘅伊拉克之間喺宗教同政治上嘅角力。今日也門、敘利亞同黎巴嫩嘅衝突都有什葉派同遜尼派對立嘅影子。伊斯蘭教內部呢場持續千年嘅內戰，係理解今日中東亂局最重要嘅一條鎖匙。2023年，全球穆斯林人口約19億，佔世界總人口嘅24%；基督徒約24億，佔31%；猶太人約1600萬，唔到全球人口嘅0.2%。數字背後有一個值得留意嘅趨勢。按現時嘅人口增長率推算，伊斯蘭教預計會喺2075年前後超越基督教，成為全球第一大宗教。呢個唔係意識形態判斷，只係人口學上嘅計算結果。與此同時，另一個數字亦正迅速增長，全球無神論者同冇宗教信仰人士嘅人數已經超過12億，係世界上第3大信仰群體。喺西方已發展國家，年輕一代唔再信奉宗教嘅速度正不斷加快。美國冇宗教信仰嘅人口比例由1990年嘅6%上升到今日大約30%。三大宗教今日最大嘅共同挑戰唔係彼此之間嘅鬥爭，而係誤信本身正喺全球蔓延。時至今日，以巴衝突仍然持續，雙方都有一套複雜嘅歷史正當性敘事。都相信呢片土地係神聖嘅，而且屬於自己。當衝突雙方都認為自己企喺神嗰邊嗰陣，任何世俗嘅政治解決方案都會遇到信仰上嘅阻力。伊斯蘭極端主義呢個問題係今日最常俾人誤解嘅議題之一。極端主義者佔全球穆斯林嘅比例極少，大多數穆斯林都係普通人，同你我一樣，都只係想過好自己嘅生活。但我哋亦必須承認，某啲政治條件、貧窮、失業、殖民歷史帶嚟嘅屈辱、威權統治，會為極端意識形態提供滋生嘅土壤。宗教係答案定係問題本身？呢個問題見仁見智。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，喺今日呢個時代，理解呢三大宗教嘅歷史，已經唔只係知識問題，而係睇得明當今世界新聞嘅必要背景。你睇下中東張地圖，幾乎每一條國界線都係1916年英法兩國喺密室入面用筆畫出嚟嘅，完全無視當地嘅部落、宗教同民族分佈。呢張地圖造成嘅後果，今日仲係以戰爭、難民同恐怖襲擊嘅形式呈現喺我哋眼前。我哋所有人都活喺歷史造成嘅後果入面。我哋用咗咁長時間走過咗3000年，等我翻返去開頭嗰個問題，點解人類會以神嘅名義殺死信奉同一個神嘅人？宗教本身係人類應對存在焦慮嘅最古老、最有力嘅工具。當人類面對死亡、苦難同無意義感嗰陣，宗教提供咗3樣嘢。一個解釋呢個係神嘅旨意，一種歸屬感，你唔係一個人，我哋係同一個群體，同埋一個盼望呢一切終有一日會有意義。喺冇現代科學、冇心理學、冇社會福利制度嘅年代，宗教就係人類嘅精神止痛藥，佢係人類最偉大嘅發明之一。但宗教同時亦都係權力最完美嘅包裝紙。當一個政治領袖想發動戰爭嗰陣，神命令我哋咁做，遠比我想要更多土地更有號召力。當一個統治階層想維護特權嗰陣，呢個係神聖秩序，遠比我哋只係好彩更加難以反駁。當一個社會需要一個敵人嗰陣，佢哋係異教徒，遠比佢哋係我哋唔了解嘅鄰居更加容易燃起仇恨。所以宗教戰爭從來都唔只係宗教戰爭。十字軍東征背後有土地同商業利益，以巴衝突背後有石油同地緣政治，今日嘅中東亂局背後有武器出口同大國角力。神嘅名只不過係呢一切嘅借口，但係我唔想用憤世嫉俗嚟結束呢個故事，因為咁樣亦都唔誠實。
同樣係呢三大宗教喺最黑暗嘅中世紀係修道院保存咗人類嘅知識，喺瘟疫肆虐嘅年代係修女同牧師衝上前線照顧病人，而喺歐洲處於黑暗中世紀嘅同一時期，伊斯蘭世界就經歷咗數學、天文學同醫學嘅黃金時代，保存同發展咗大量古希臘知識。信仰令到人類喺最艱難嘅時刻唔會絕望。所以宗教帶俾人類嘅究竟係更多和平定係更多戰爭？我嘅答案係兩樣都有。呢個問題嘅關鍵唔在於宗教本身，而在於握住宗教嘅嗰雙手。如果亞伯拉罕嘅兩個仔以撒同以實瑪利當初冇分開，冇各自發展出唔同嘅傳統，呢3000年嘅故事會唔會唔同？我哋冇辦法回答呢個問題，因為歷史無如果。不過承認呢個問題嘅存在本身可能就係一種開始。多謝你睇到呢度。如果你有唔同觀點，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知。呢個話題大到冇一個人可以講得完。我哋下期繼續。